上集講到，我就潛入咗香港一個旅行團，去咗長江三峽遊輪。今集我就會繼續我嘅旅程，去繼續帶大家遊歷三峽。當然唔少得就係重頭戲，坐升船機啦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去片啦！呢個咁偉大、咁聰明嘅建設，一生人一定要嚟一次啊！好感動噶！第一二日嘅行程，未睇嘅你哋就記得睇返我第一條片啦。嚟到第三日，我哋第一個行程就係去到三峽人家。咁今日嘅行程呢都非常之緊湊噶，又有三峽人家。我哋下晝仲參加咗一個自費嘅項目，就係升船機啦。我而家就係身處喺結合咗山啦、水啦，同埋呢個峽谷嘅三峽人家啦，好靚噶！嗱，呢度呢，我哋會睇表演啦，跟住行呢條棧道啦，呢度係有唔同嘅表演睇嘅。呢度呢個環境好優美，我覺得so far我最中意嘅景點可能係呢一度啦。咁佢呢就重現翻嗰陣時巴楚文化嘅原始原居民嘅一啲生活啦，所以呢，佢嗰陣時嗰啲譬如可能洗衫嘅場景啊，你都會喺呢度會見到咯。其實大家又知唔知道點解會有三峽人家呢一個景點呢？呢一個景點其實就誕生於21世紀初，並唔係一個就自古以嚟嘅一個真正嘅村落啦。三峽工程儲水，水位上漲啦，令到千年、百年嘅古鎮同埋老街全部都永沉喺長江嘅底下。咁好多傳統嘅生活方式咧，亦都隨之而消失。所以為咗搶救同保存呢一啲文化，於是咧當地嘅人工咁樣去復原咗，集中咗建造呢一片嘅景區啦。所以其實呢一個係一個保存記憶嘅一個露天嘅博物館啊，係一項咁巨大、咁偉大嘅工程，喺推動國家發展之際咧，都不忘用最大嘅力量去重現翻、去保留翻當其時一啲古村古鎮嘅生活文化，作為呢一個三峽地區山河巨變嘅完整紀錄。嗱，人哋話呢，三峽人家最靚嘅就係啲人家，所以咧你見到有好多唔同嘅 settings 咧，都係仿照翻當其時原住民。呢度行兩步又會有唔同嘅場景啦，好似呢一個咁樣，佢而家就扮演緊呢待嫁的新娘喺個船嗰度待嫁緊。呢個優美呢，就係待嫁的新娘，我哋而家叫下佢，睇下佢會唔會應我哋。優美 ，Hello 優美。我都唔執輸，喺呢個長江三峽嗰度彈演咗一曲噶。唔記得咗講，就係呢一隻船呢係有隨船嘅攝影師嘅，佢會無時無刻咁樣幫你捕捉住你最靚嘅一刻。喺上一集都講到，其實長江三峽嘅內河郵輪呢係有好多隻嘅，唔係隻隻都可以按照三峽大壩升船機嘅標準去打造。而我哋搭嘅嗰一隻長江3號，亦都唔能夠通過升船機。所以我哋就要換另一隻船去體驗呢一個升船機啦。所以呢一個都係另一個自費嘅項目，不過奶都奶啦，咁當然一定要嚟啦。呢一個最震撼、最令人期待，可以話係 highlight of the trip 呢一個旅程嘅主打。你哋 ready 好未啊？唔好行開啊！嗱，呢個升船機嘅項目呢，每一位成人嘅收費係298蚊人民幣。咁隻船呢都好大，有室外同有室內嘅坐位，你可以坐喺度睇升船，或者去室外嘅地方睇得清楚啲。我哋4點半就已經上咗船，但係隻船到5點半都未開啊！因為呢隻船都好多人，好多唔同嘅遊客，又有散客，又有一團團嘅遊客，所以要霸個靚位真係唔係咁容易。由碼頭出發去到升船機嘅閘口，都大概用咗半個鐘嘅時間。喺呢個時候，又等我科普一下大家啦。嗱，呢個三峽大壩升船機呢，係可以話係世界上規模最大、技術難度最高嘅升船機。
佢每一次提升總重量可以達到1.55萬噸，垂直升降嘅最大高度呢為113米，相當於40層樓咁高㗎。因為三峽大壩嘅建造呢，就造就咗上下游大概有8餘米嘅落差，所以升船機同個船閘嘅共同作用，可以喺物理上消除咗呢一個落差對航運嘅阻斷，令到呢一度成為咗一個真正暢通無阻嘅高速河。呢半個鐘頭嘅船程呢，就好似一個充滿儀式感嘅鋪排。其實企喺船頭嗰度係超大風，但係你睇下我後面啲人，雖然有好多人都選擇咗去室內嘅位置去感受呢一個升船機嘅過程。講真啦，真係企到隻腳都有啲僵啊！仲有嗰種人貼人、身貼身，每一個人佢哋企到有幾 close， 我諗大家都想象到啦。不過當我哋嘅眼前終於出現咗升船機嘅閘口嘅時候，我估大家隻手有幾僵，拎手機、拎起相機、拎到有幾攰，都完全唔記得咗。突然之間個心裏面有啲滾動啊！嗱，由啟動到完成升降成個過程呢，其實係大概8至10分鐘嘅啫。佢全程呢係採用咗一啲全平衡重嘅系統啦，隻船喺入邊呢，基本上都係覺得好似好平穩。佢嘅水位嘅波動呢係細於10厘米噶。嗱，啱啱呢就講呢一個三峽升船機嘅垂直高度啊，係113米。呢度望上去有40層樓咁高，即係話呢個技術可以將一艘3000幾噸嘅船從地面送到去呢一個40層樓高咁高嘅摩天大樓嘅樓頂啊！唔知大家會唔會以為升船機淨係隻船升上去呢？其實我哋而家就已經入咗去全世界最大嘅一個水盒子啊！呢度呢，所有嘅罅隙呢都係密封嘅，我哋暫時呢就同外面嘅長江隔開咗。跟住落嚟嗰8至10分鐘，我哋就會完成一次113米嘅垂直穿梭。呢一個關鍵嘅一刻呢嚟到啦！呢一度真正嘅安全閘門呢，而家就已經落咗嚟啦。由入咗升船機嘅閘口嗰一刻開始，成架船啲人都好驚嘆，都真係不得不佩服。當中唔少都有外國嘅遊客，佢哋同樣係感到非常之驚嘆。其實世界各地都有好多遊客專程嚟長江三峽，就係搭呢一個升船機。話晒呢一個都係世界第一嘅電梯啊嘛！
大家聽唔聽到喺隻船嘅人有幾興奮啊？唔知最震撼到你哋嘅又會係啲咩呢？留言話俾我聽啦！終於影完呢一個浩瀚、超級偉大嘅長江三峽星船基，呢個咁偉大、咁聰明嘅建設，一生人一定要嚟一次啊！海完星船基，今日食完飯之後，仲有呢個郵輪嘅歡迎晚會。一啲都唔馬虎，啲 cake 都幾靚㗎。接下來請各位朋友繼續保持您的熱情，掌聲有請王船長致歡迎詞。Let's welcome Captain Speech。各位貴賓。第4日，我哋就上岸遊覽神女天路。我哋喺巫山市嗰度上岸。其實一嚟到巫山市，我就覺得呢一個地方好有活力。你係見到佢好努力咁樣去奮鬥。你周圍都會見到一啲 slogan 係話叫你哋奮鬥啊、努力啊，或者係大家一齊加油去拓展旅遊業、力衝5A 等等嘅標語。重慶市巫山縣呢一個旅遊景區就係指小小三峽呢啲景區，所以其實呢一個地區佢哋係正正咁樣去努力衝5A 級嘅旅遊景區。巫山市擁有三峽最靚嘅山水啦。其實5A 唔係只係一個頭銜，佢其實代表住一啲設施啦、服務或者係一啲體驗嘅全面升級。所以你見到呢，佢哋周圍嘅一啲建設啦、配套啦，都係好努力咁樣去為咗大家嘅民生去改善。你見到佢哋係追求不斷嘅進步。搭咗大概半個鐘頭車之後，終於嚟到神女峰啦。神女天路其實係一條大概長約12公里嘅景觀公路。咁呢一度呢，有幾個嘅觀景平台啦。咁呢啲平台呢嘅選址都係非常之咁靚，喺上面可以俯瞰長江、神女溪，對望神女峰，可以話係嚟巫山絕對唔可以錯過嘅一個地方。呢個就係神女啊！神女。我哋啱啱仲撞正紅葉嘅季節，所以你會見到少少嘅紅葉同黃葉喺個山嗰度，真係都幾靚㗎。大家睇下我指住嘅方向，佢就係神女峰啦。佢就唔似周圍嘅山咁樣咁連綿。佢獨自一個，亦似一位側身遠望緊嘅少女。正正因為佢嘅形狀太似一個人啦，所以呢啲古人先至會俾佢神女呢一個稱號。咁當然啦，神女峰嘅形狀就3分靠形似，7分都係要靠想像嘅。唔知你又見唔見到呢？哇，行知書啊！買呢邊有沒事。我哋呢度一路行入去就係三峽之心。三峽之心觀景區其實呢係一個新興嘅觀景地標。呢一個棧道呢係上年嘅國慶嘅時候呢先至整好嘅咋，所以你見到呢條棧道呢係好新噶。係近年打造嘅一個高空玻璃嘅觀景台啦，有一個懸崖嘅棧道，同埋係有一個360度嘅全景平台。咁佢呢就提供無遮無擋嘅震撼視野，作為佢哋嘅賣點嘅。
呢個無合神女呢個景點呢，喺呢個政府呢，其實佢係積極咁樣去發展呢一個嘅旅遊區啦，希望呢可以爭取到成為5A 嘅旅遊景區。呢個就係人民幣5蚊雞嘅個背景啦。嗱，你睇下呢度呢，佢啲景區全部呢啲本地嘅居民都非常之咁落力去賣佢哋嘅農產品，為嘅就係衝刺5A啊！勁啊！睇完無合十二峰同埋神女山之後，我哋就翻落去我哋嘅遊輪嗰度食 lunch 同埋休息。之後我哋隻船就會進入三峽，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幕最震撼嘅一節啊！因為我哋將會經過渠塘峽，渠塘峽為長江三峽嘅第一峽。三峽大壩喺儲水之後，雖然已經係變咗高峽平湖，但係兩邊嘅險峰峻石依舊。所以風光仍然都非常之靚㗎，難怪人民幣10蚊都用佢嚟做背景啊！我哋而家就走入去10蚊紙入邊嘅巨塘峽啦，超爆，大風啊！唔知大家有冇感受到？我哋企喺甲板嘅時候，經過呢個渠塘峽，我哋迎嚟咗呢一個好出名嘅峽峰，上面係超大風噶。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。李白所提到嘅白帝城，而家就喺我後面啦。李白所講嘅白帝城，就喺我哋嘅眼前啦。白帝城四面環水，自古以嚟都為兵家嘅必爭之地。呢度嘅一磚一石都沉澱住千年嘅風霜，呢度曾經見證住公孫述稱帝、劉備託孤，可以話係處處皆是歲月留下嘅印記啊！我哋將會逗留喺白帝城3個鐘，因為喺白帝城呢都要行一段路上去嘅。落車冇耐就遇見呢一個電梯，因為白帝城停電嘅關係，所以都冇開，而嚇怕咗我哋呢一團有啲嘅老人家，夠膽繼續行上去。可能大家心裏面呢個時候都會有一個疑問：三峽大壩係最大嘅水電站，而白帝城就喺隔離，咁點解會搞到呢一度都停電嘅呢？其實大壩發嘅電係會直接輸出去上千公里嘅城市，而大壩自己同周邊城鎮用嘅電呢，都係來自湖北電網嘅。我哋而家就會即將登上呢一個白帝城嘅高峰，要行360幾級樓梯。跟住我嚟啦！其實唔想行嘅你哋都仲有另一個方法，就係勞煩呢啲轎夫去孭你哋上去。至於價錢就係按照你嘅體重而定嘅。我哋而家正式登上白帝廟啦！哦，原來到咗咯喎！我哋已經到咗白帝廟啦！嗱，白帝城呢一度係有出咗名，有好多個詩人呢都喺呢一度留過一啲好出名嘅作品，包括咗杜甫啦、李白啦，所以呢度又稱為詩城。而呢一個看似普通嘅六角木亭，當年諸葛亮就係喺呢一度徹夜仰望星空。我覺得呢一個景點，如果你係三國迷嘅話，一定唔可以錯過啊！就算唔係三國迷，都好值得嚟睇一睇㗎。哇！咁快又嚟到第5日啦！第5日呢日嘅朝頭早呢，就係船上自由活動嘅時間。今朝呢，就有呢個健康舞班。其實每一朝隻船都會喺執房嘅時候派呢一張日報俾大家，話俾大家聽船上面有啲咩活動，今日有啲咩行程。我就選擇咗嚟呢一間茶館嗰度品下茶，慢活下啦。嗱，呢度呢，就係隻船嘅船頭位置，就係星空吧，有得打機啦，跟住夜晚呢，啲 cocktail party 呢都係喺呢一度舉行嘅。最後一集我哋會去豐都鬼城，一定要嚟李子壩。你睇下後面多人到，佢哋就係靠呢一個考試去令到佢哋改變命運。下集有更加多重慶嘅行程，但係一講就有啲多啊，3個味。
微辣。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，下集出片嘅時候就會通知你㗎喇。